須要搞好關係嘛，這可是一件好事兒。那你的意思是說，一箭双雕 ？No， 我說的是一舉三得。雷闪闪，這樣吧，這件事情你要是办成之後呢，你来咱們會所吃飯，全部都免单5折，成交。开工。喂，田总，你好，我们唐人马球俱樂部要搞一次正在办一個時尚新生魅力女人的活動啊，你有時間來嗎？大伟啊，我不回去吃飯了，我跟闪闪他们。别打私人電話。不好意思，不是說你，週末見。哎呀，你煩不煩呀？大清早的唱什麼哀樂呀？周末也不讓人多睡會兒，困死了。baby， 今天要參加聚會，你能不能趕緊起來準備準備？下午才聚會嗎？不是啊。現在離下午只剩下5個小時的準備時間了。5個小時還不夠你化妝啊？你要整容是怎麼着啊？啊，太完美了！機會是為準備好的人提供。你看我美嗎？你看我美嗎？哎呦我去！ baby， 你看。